大家好，我係光大中心高級物業主任黎永英阿 Ken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有溫度服務嘅個案。嗰日嘅早上，有一位客人響返工嘅時候咧，響大堂裏邊暈倒。我即時過去睇佢發生咩事。邊仔，快啲攞張凳過嚟。小姐有啲咩唔舒服啊？有少少頭暈。有冇感冒啊、發燒啊、嘔啊之類啲嘢？需唔需要帶你睇醫生？唔需要，可能因為我今朝冇食早餐，有啲肚餓同埋抗暈啫。咁啊，小姐，請問你有冇食物敏感嘅？冇。咁不如我出去買啲麵包啊、牛奶俾你。好啊，唔該你。好，咁你可以休息下先嚇。阿軒，佢休息咗之後會唔會好啲啊？唔好意思，阻咗你。我買咗啲麵包同埋牛奶俾你，你喺呢度休息下，食啲嘢先，好唔好？小姐，食咗啲麵包啊同埋牛奶會唔會好啲啊？好好多啦，而家冇。我準備咗多一包牛奶俾你。多謝。咁我送你翻公司啊，抑或拖車翻屋企休息下好啲啊？送我翻公司可以啦。之後客人食咗休息一陣，身體已經恢復健康。我同同事全程全心咁照顧佢，確保佢嘅安全。最後客人咧決定翻公司，我同同事將佢安全送翻去公司嘅樓層。